没点马哟。旁边呢就是龟吼渔港，从这里到我家只要10分钟，这里根本就是我第2个故乡嘛，皇陵特院，皇陵特院，皇陵特院。哎呦，点马用哦。怎么了？哎，你是有来错节目吗？我没有来错节目啊，外景小公主哎，祝你发射爱心。够啦！你这个外景小公主跑来我这个客家甜心这边是怎么样呀你？不是啊，出外景不是就开开心心的吗？对啊而且这里离我家这么近，好吃知道吗又好玩的东西问我就对了嘛。有史以来那么多集以来，我没有这么无奈过的。我明明昨天就有拜拜，为什么今天还是下雨？哎呀，这东北角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嘛，因为它这地形的关系。啊，对哦，你东北人哦，东北角，东北角人哦，因为它就是会有地形雨嘛。哦，田卡窿啊，它窿田卡窿嘞，田卡窿，这是雨，这已经停下来。没关系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好，有任务鹦鹉哈，出鹦鹉，我还是有办法。任务1，比田遁梯。那对啊，那么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飞天了。哦，对哈，但是我们也许可以遁地。虾米？还有地上嘛。哦，好，任务2。上山落海，上山落海，海。哎，哦，但这个上山落看也搬来天气安尼死了，马没办法落海了哈。今天就先不让你下海，我们上山，好不好？还是不要放过他。哇，这他第1个女的参加我们这个拜托这来宾的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很无奈，所以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这个2个任务还是怎么样，我就是要想办法一半一半。好，第3个任务，奔田下梯。什么？这个就可以了吧？不是，我们好商量嘛。你要嘛就是没得商量，任务1、2、3，你让我选1就好了。我没有听过说这3个都要完成的。你刚刚没有听到那个老师的重点吗？重点你是我唯一那么多集里面唯一出现的第1个人，实不相瞒，你去问问看业界，大家都把我当成男生在用。来，老师验证一下。好了，开玩笑，你 OK 的，你外景小公主好了，怕什么？外景小公主这个名虾也不是浪得虚名，好不好？你就放马过来。哎呦！这个今天老天爷哈真的是救了你一命哎！我今天准备安排哦，要让他去玩那个飞行伞，然后还去浮潜的。搞一个我本来要你看飞天遁地是不是？对啊，上山下海的上山下海的，现在弄得一个都不行了，没有办法整到你了，真是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一区呢，东北角的天气就是这样子，说变就变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放心，身为在地基隆人的我，东北角这一带的小公主，我真的是这边的人啊，真的就是这边的人。东北姑娘来着的呀，东北角小公主啊，东北角。金山这一区呢，最有名的就是地瓜，好吃的就在我们面前，想吃，应该是要吃要吃的。啊，做哪呀？事情还蛮周到啊。冇啊！按骰就会收到。冇辦法啊，今年就落雨啊，冇辦法去籌那飛行傘嘛，冇辦法來搞浮潛啊，之後就是東西。哪里一来到就是还没有工作了，还没有做，熱的剛弄，就想先认識這邊啊。認識這邊啊。阿妹愛，為到歡迎節目下 TV 四妹來賓製作單位當用心設計嘅定制行程，全部人哋樂意啊，就冇睇嚟啦。就連俺本來愛去夜番薯比賽嘅任務啊，咪演唔得咧。謝謝你哋調笑希望，哎呦老唔講，客家話冇按好學嘅，啊，還要看認真的位啦。現在方便讓我們看一下裡面長怎麼樣嗎？可以看裡面嗎？看底度就是看底度，底度，哦，哇，底度就會按你了。這個怎麼跟我們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樣啊？這個我們用特別的耐熱土啊，把它一層一層的粘起來。耐水溫奶源哈，耐熱土加那個水泥才能耐高溫。那這個溫度的話，一定要
杨乃布。好可爱，老师你后退一点。不，等一下，重点是它的火源是从哪里来？是要用什么木炭还是瓦斯？木炭，用木炭，就刚好放在哪里？里面真的好烫哦。所以我们烤出来就会有那种木炭香的味道。为什么要我们追求的古早？对，那盖这个盖子是避免它火舌过大，这个是要有技巧的。那火舌过大一定会烤焦，烤焦就会苦苦的，不好吃了。对，要没不想要做汤，要让眼制汤呐。木屑把它压成为一根一根的。对，比较不会有黑烟，它的眼也制汤比较不会有污染。一个叫火炭，一个叫面子摊。嘿，我学起来了。 OK 吗？学起来了。你真的要认真哦，这个攸关于你等一下领得到领不到通告费哦。什么？没有人告知我，你今天来到客家甜心的任务课就是学客语的嘛，对不对？难怪刚刚没有让我先签那个劳保。外公谢新同学，唔是讲啊贴紧中下，唔是迄留好英语的呢，英文一定强啊。好下教法嘛，迄英语考唔忘啊，也一贯的任务是爱用好好下法就 OK 啦，又简单吼。当当当当，上课喽！呀，小型的地瓜园了，对不对？地瓜中央厨房。你这样分类过吧？对，大小都差不多，一篮一篮都差不多。这是我们从田里面挖回来，是然后经过我们人手工去分类。那手工去分类，不是用机器去分类。哦，不是，这个一定必须要手工来分类，才可以分大小、分品种。那目前那真的也不好赚的。有红肉，我再也不杀价。黄肉、红肉，然后红皮黄肉。红皮里面怎么会是黄肉？怎么就是黄肉？这是我们今年种的最新品种。最新品种了是不是？来种。这个凤皮凤牛，来，凤皮凤牛，凤皮凤牛。等一下，我请老师帮我把那个红跟黄拆开好不好？对，你要慢慢的，你要先猜红，凤就是红，凤皮凤皮黄肉，凤皮凤牛。其实学得很标准的，是不是？太棒了！你这样学客家话，到时候你会的时候，如果顶够有客家人来跟你买地瓜的时候，你又是赚到一门生意的，对呀，格外有亲切啦。更亲切啊！客家话很有趣。对，你看那个凤皮凤牛，那还有一组黑马给。还有最常见的就是红皮红肉，红皮红肉，然后饶舌哦，这个我知道。凤皮凤牛，那还有一个品种叫做黄皮黄肉，凤皮凤牛。哎呦，太酷了！厉害！哇，这就是很标准的，我们一般就看得到的凤皮凤牛啊，就像你今天这样子，凤皮凤牛，凤皮凤牛啦。一个黃老鳳發現真係動向呵，真係咩按紅也沒有，唔過愛看寫先學嘅係真係毛毛嘅啦。接下來條件要愛教大家認識有3種番薯，食法和煮法都冇嘛同樣哦。哎呦，冇想到一細細粒嘅番薯好冇太按到哦。这个的话是一般传统的青草，它吃起来比较松软，然后甜度的话是微甜，但是有地瓜香味。那这么大颗就是适合煮汤、煮饭、地瓜饭，它口感都比较松，比较怂，过来了。它很适合煮地瓜饭、煮汤、煮稀饭。吃起来是很香甜，香甜。熊。那个音跟熊有点像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熊啊，熊，对，熊。熊，对，好，过来，还有呢，甜，它有地瓜香味，番薯熊，甜，番薯香，
甜。哎，不会查哦，有准偷掉东掉哦。哎你要知道哦，我学客家话学蛮快的，对不对？就我觉得通告费应该快可以拿出来了。下一步呢，我的目标就是接那个客家台的戏，好不好？各位那个制作人注意喽，番薯熊跳。对，对，所以有编剧啊，有写到地瓜的，找他。金山的土质呢，最适合比较种偏怎么样对，一点点酸，种起来呢比较适合种这个红皮红肉，它的土质就是种起来会很美。关键字来喽，酸哦，酸。酸，奶肉酸，金山这边泥是肉了，泥肉奶牛奶肉，酸，它土质比较松软，对，所以它种出来的就比较平整哈，平整稳稳，浪，然后很适合种我们这个66号台农66号，凤皮凤肉，这个是比较 Q 甜的， Q 甜，对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 Q 甜，它 Q 它甜，而且是我们这边的特色，这个是特色，对，全省第1名哦。这个哦，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享受一下。那这个呢，新品种的红皮，因为它也是红皮的，对所以它的土质是很适合它生长，是，所以它长出来也是会很漂亮。它吃起来呢比较扎实，比较扎实。那它适合用烤的呢，还是用？它是适合煮汤煮饭都 OK， 但是不能烤。好，而且我个人呢最喜欢就是连皮的这边的肉，对，带皮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它的甜度比较高，我最喜欢这一块。其实连皮吃是最好啊，但是有些人用烤的口感会比较干一点，就没有。不会耶，西施你的皮很好吃哎，真的。这句话好奇怪。比较扎实。那它适合用烤的呢，还是用？它是适合煮汤煮饭都 OK， 但是不能烤。好。因为它烤起来呢会很干，它属于比较扎实。哦，好吧。烤起来的话干。所以它适合有那个煮汤有水分的烹饪汤。它吃起来就是很绵密，但是今年的最新品种。最新品种，凤皮凤肉。那哪一种适合烤过之后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，然后拿出来跟冰淇淋一样？我最喜欢这种冰心番薯，当然是最好吃的红地瓜啦，是它呀。66，但是要先烤过，是不是？有做冰番薯吗？现在还没有做，对，回家烤了拿去冰，自己冰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，就是冰好烤了之后就把它冷冻起来。那今天学到了这么多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啦？我们跟史杰阳可以吃啦。好吧，很开心了吧？外面看啦，好耶！走。第一个番薯哎，那他最吃的啦。是条最好吃的，这个叫做红皮凤凤皮肉凤啊，熊甜黄皮黄凤皮凤肉，黄肉。哦，熊甜哎。对。我的这个呢是比较骚，有吃到那个口感，对不对？有，而且我个人呢最喜欢就是连皮的这边的肉，对，带皮的这个地方，它的甜度比较高，我最喜欢这一块。那你自己说一下，有点焦香哦，真的就有一点焦香味这里哦。其实连皮吃是最好啊，那但是有些人用烤的口感会比较干一点，就没有连皮。不会耶，西施你的皮很好吃哎，真的，这句话好奇怪。你的皮啊，番薯还皮多好吃的，番薯皮。好来，見識啦，見關啦。地關講番薯，來金山的鐵山哦。金山的特產，金山特產番薯，對，葉，短音，葉番薯。好，再來，這個就是哦，開番薯。哇，西施荟萃小公主不簡單呢。好啦，我把我時間表給你們啦。還想要拍客家戲啊你？怎麼了？看啊，突然，要不要？要講到鬼婆哎，這整串啊，整串番薯，鬼婆哎，在番薯在那個土裡面的樣子，對不對？這個番薯藤，番薯藤，對，
这个跟客家人的关系非常深刻，息息相关。地瓜就像我们客家人的另一半一样。哎，我们就像客家人繁衍就像甘薯藤一样，一直伸出去。这甘薯藤啊，很特别的地方，它在每一个芽点的地方哈，碰到地的话，它就会长根。然后再来就是会继续再生长一些小地瓜出哎来。这边就是长小地瓜的地方哎。上根都叫天然哈，天然哦当根，当地当根，哎，那小甘薯啊，我们叫当称呢，当真哎，哎，那它这样子看起来像一只秤哈，它在这边长出来的话像秤锤一样，所以当称呢，当真哎，然后一点番薯的就会掉呀。当称呢，但是我们不能让它长大啊，这小甘薯让它长大。当称呢，它只要长大的话，把营养都吸走了，这边就长不好了。对，原来他最主要是这一个，拜托他活到80岁了，就是知道这个的。怎么实际年龄讲出来了呢？越吹越大呢，怎么得了？你这个按根上面吹去哈，一直长出去哈，象征着客家人一直延伸到世界各国去。有跑到马来西亚，跑到美国，跑到非洲，哪边都去了。对。而住在那边呢，就是用这个来形容，叫做上根落当。上根落当，哎，就生根落地。上根落当，就这样，就定居在那边。哇哦，戚先生，你好满东宝呢，我出差有东皮服哦。我嘛係主持人任務下過後，爭地呀，原來我哋客家話有按多按神奇嘅典故呢。來，順條還有大蠻多好事呢，我哋見識見學客家話啦。超阿贵，超阿贵，捏拌，所以客语很省时哎，很省时，2个音而已，捏拌，可是会捏来捏去，凹来凹去，好像有蛮多那个用鼻腔发音，对，还有嗡的口腔内口腔捏拌，然后肚子还有用力哎，直接说小腹，说相声，你拍我肚子哦，捏拌，直接腹肌用力，哎，你认真啊，先从这整个番薯，耶，推，捏拌，顺便哦，上诶，熟诶，那生的甘薯怎么说？上诶番薯，哎，上诶番薯，好棒哦，熟的呢？送诶番薯。我见小公主端正真碌碌咧，唔过我甜心的任務客啊，是冇按過半過關哦。嘿嘿，我一本齊先生出台灣難題咯。要不没番薯听听呢？他們還有乜还有搞笋呢？要全部搞笋，嘿，搞筍，嘿，茭白笋我们这搞笋，搞筍，客语的音节真的比较短哎，對，因为我们说嘎北顺，所以你说搞我顺们，那北没有讲啊，怕没有讲，搞笋，搞筍是這樣省略，搞筍要搞點買哦，还有好空的哦，還有買哦。呀，这个我知道，老配拌，啊，太棒了，拿起来，这个叫裸搞上诶搞顺，哎，送诶老配拌，哎棒了，這一片還有一咧，这个叫做芋头糕，芋頭糕哦，呦，味拌，送诶不会拌，送给不会拌，送诶不哎，会拌你，嫁人了没有？还没。啊，那应该可以做客家新酒。我在这里公开就是征求那个客家男子，然后可以请打这个电话。这一集播出之后，我相信电话会被打爆，信件会如同雪片般飞来，好不好？把我们的电话线头拉身高要掉。 180公分左右，那血型跟星座不限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带错了。做客家新酒啦，做客家新酒哦，来番薯哎。那是刚才搞个当称的，先生讲。当称呢？对，要嘞，乌诶，乌尾，小小的呢，好像乌乱，乌乱，对，就有点像乱。很难翻哈。对，但是我要很坚持，毕竟你知道，我身为一个曾任教职，啊，你当过老师？对，而且就在这一区，我曾经在23岁的时候曾经任教过1年。是，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严谨。我要很坚持把这个音发好。好，乌乱，乌乱。我教你教彻底，先讲 on， 这 on the table 呢 on， 要 lo on lon， 哎，乌乱，哎，我对了，乌乱。
对了，这是我会教的。不冷，你比我适合当老师，所以我只教了1年的书。老人家比较喜欢人家夸赞他。哦老师，你教的好，教的好。对对。露脸虽智啊，人说露脸虽智，老人就像小孩子。好，你承认你老了吧？现在讲老啊，师，你要教我们什么呢？啊，是都是懂，某密住凡属同。某密住凡属同。嗯，哎，讲得很好哎。对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有点在唱歌啊？其实客家话很好听对啊哎。，他是唱歌啊，很美的。对，老师，你一支啊，可以用3個嚟充本年堂冇？是都是懂啊。哎呦，真的来耶！某密流，就来呀，住凡属同啊。随便就这样唱出一首歌哎。时都时懂，就是时候到的时候呢，我总会有办法吧。最没有办法的时候呢，就是没有米的时候呢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煮甘薯汤来吃啊。就煮它来吃，是不是有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意思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翻成客家话。以前甘薯是最便宜的东西啊，以前。哦，那时候到处田都会有。到处都是甘薯啊，就是没有米的话，我还是有办法，我煮甘薯汤。番薯头。所以时候到了，我总会有办法的。对，好，老师，我们再来念改一版好不好？是都是懂，是都是懂，某密住凡属同，某密住凡属同。哎呦，耶，很正确，学会了。哎。哇，最近我对写信刮目相看的啦！体育馆嘅任务按简单按顺利嘅就过关呢。不过体育馆嘅任务上山落海，本来爱出海去做母海嘅，不过一下上嚟都做耐嘅，佢就請好來認識母海，了解下母海咧。寫信啊，佢比也是啦，唔正見春到嘅啦。然后再认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一区关窟的鼎鼎大名的松哥。各位的观众朋友，问个嗨！户外景就在我家旁边，我今天一定要吃个过瘾呐！好，是可开船了啊！我们要怎么样过关，我们才能够吃到你的？我们有3道题目，我们1道到2道。改难一点好，我现在给你10分钟把题目改难。你确定要这样子吗？你确定要这样子吗？是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认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一区关窟的鼎鼎大名的松哥。各位的观众朋友，问个嗨！真的是我的友人松哥，认识松哥你要吃多少万里蟹，保证你都要吃多少，要吃对，没问题。谢欣啊，人人嘛色彩懂法呢，真件系爱见小公主哦。也下拄好係10萬里海嘅好時節，唔看也一隻一隻嘅摸海，很大隻哦。松哥，這個河來無看到會死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所以要把它蓋起來啊。起嚟要俾你再掀起來，再往那個挑。意思就是說賣要賣活的啦，但是因為他怕下雨所以先把它蓋起來。死掉，是用棉被蓋着才對。因為那個死掉，螃蟹死掉就不好了啦。哦。這個口感也不好，什麼都不好，不理想。這個螃蟹你是去哪裡抓的啊？就萬里外面啊，外海啊。看一下，我幫他查。現撈上來的，這叫做活撈現撈哎。對啊，都回期啊。回期啊。蟹，花蟹。那這個就是你看，哇，這個要怎麼拿比較好拿？有3個愛的。愛安尼提哦，較袂去啊夾到。安尼啊，你若提提6隻隻哦，較會去夾到啊。是。松哥講，萬里海總共有3隻品種，花海、3點海，還有另外一種好看眼嘅沙母海哦。因為我們是客家電視台念木哈的節目，那我們來教一下這個螃蟹的客家話，好不好？好，學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們叫摸海。摸海，Everybody，毛蟹，我們一起摸海，摸海。好，你今天捕上來的這些蟹，要怎麼看它是好蟹？我教你啊，要按了，這個肉都充滿的，對，飽滿。你先按，對，這個有點軟軟的，軟軟的，這是7、8分，7、8分，它還有一點扣扣扣的聲音。還有更軟的。哦，這樣子哦，軟的哦。更軟是太小了嗎？它還不是，
这哈，这种拿一半热而已。一半肉还修散呐，较修散呐哦。好像是。那松哥，请问一下，是不是这些蟹哦，就是统称万里蟹啊？哎呀，这万里外啊，我们这2年老啊，早上出去，中午回来。就是全部的蟹都叫做万里蟹啊，这时候这些蟹最好吃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松哥讲吼，当年半夜班到9年也几10年，都可以食万里海前后嘅时间。现在嘅万里海吼，伊上岸过后行到本品种、本态色，不过啊，一个动作较夹到位哦，希望啊也冇害尸体啊，就偶以为哦。万里海开船，而且，干嘛笑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大塔口啊，这个塔口大章鱼的这个客家话怎么讲？我们也讲他口。哎，你是讲外来的？真好学，塔口，我又学了一个单词，出外景就在我家旁边，我今天一定要吃个过瘾呢。我是口开船了哦。来喽，吃大餐哦！吃大餐之前的，你我哈，好好吧。会用，太有，太有，有个会的音，会有。哎，那抓回来的呢，像这些蟹啊，就要放在淡水里面，喝糖水，喝糖水，喝和池塘的，喝糖水，喝糖水，哎，再来，西火巴，西好吧。还有松哥，松哥的好好发的哦。龟吼渔港第一把交椅松哥也想来跟我们一起学客家话。哦，一起念念看，哎，要合唱，火巴，虎巴，哎，巴，火巴，火巴，哎，春哈秋冬，春哈秋冬。吃蟹的时候哈，吃公的吃什么？吃膏啊，吃膏。啊，母的吃蛋啊，蛋完叫乱搞。哎，过来。好，注意哎。南部人讲捞海。哦，我们南部人讲捞海，那北部人的客家话讲毛海。哎，来个摸海。哎，过来呀，下工。哎，下工啦。下工。哎，好，来。过来呢？蚌壳类的。汉呢？哎，我们吃螃蟹是要怎么吃呢？要把它剥开，拔开来。哦，拔开来。哎，谢谢。唱歌真件和第二色呢，皮都别定，和动音真听的眼能唱下好哦。而和托嘅最皮嘅摸海一般眼能食，唔但抢蟹心，连爱见面没穿到嘞。呀！万里大餐，好棒！我先喝汤好了。你想要先喝暖味的，那我想要吃酸酸。好了，等一下。好。哎，我们要吃东西。我你大饭你也欢喜哦。要不欢迎你呢？这也是扫兴人。怎么？哎，你们这个节目好奇怪哦！每次开心的时候就有扫兴人出现。我们要怎么样过关，我们才能够吃到你？我们有3道题目，我们1道来答。对。好。好，第一题，公蟹是要吃哪个部分？母蟹是要吃哪个部分？公的就是要吃膏，然后母的要吃卵，对，就是它的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答对？蟹黄，有没有答对嘞？我来揭晓看看喽。答对啦，轻松过关。公的母蟹食膏，公的母蟹食膏，马的母蟹食卵，马的母蟹食卵。马的母蟹食卵。哎，这个对你比较其实因为这一句很不简单，但我觉得你们2个人讲到那个音阶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对的。对。好，第2题。万里蟹是海蟹还是淡水蟹？你这个太简单了。我觉得他都在小看我们了。刚刚我们就在那个港口等着船回来。对。那既然船都出海去抓蟹了，那当然就是海蟹呀。跟海鲜有关。会摸蟹。会摸蟹。哎，会摸蟹。
会摸海。哎，会摸海。哎呦，厉害会厉害。摸海，这个好，这个讲得很好。第三题。三点蟹产季最大产是什么季节？改难一点好吗？我现在给你10分钟，你把题目改难一点。你确定要这样子吗？你确定要这样子吗？是的，是不是？太臭屁了，是不是？太臭屁了，这观众不能接受。季节当然就是秋天啦，就是是不是秋天？还没秋天？哎，没有完全答对，我还没有你讲完这个东北角的外籍小公主，你给我拿我还没下！有讲完，秋天开始要来吃万里蟹，就是刚好，对不对？有理性。其实秋季只是我们万里蟹正开始要抓的时间。所以你说现在才正要开始。对，嗯，应该是中秋节正开始抓，然后真正好吃是在冬天，尤其是三点蟹的话是过年前后1个月，是几乎都有黄的。大家有同真的好，其實秋冬20幾節啦，都會是萬里蟹前後嘅時間。一下就來教觀眾朋友千標準嘅捕摸蟹嘅方法。先撈佢變到背面一個三角形嘅地方嗬，撈佢向外變，將所有撈摸蟹規則嘅打開來，撒下來用技術就確定摸蟹向內對凹，佢再向外白咗2撒。哇，有看到冇？蟹黃呢？唔過要注意哦，上海嘅海水是做唔得食的哦，放上來。我终于学会了怎么剥蟹。干杯！超级必用哎。入哎秋呦，第一只蟹就在此刻。真的这样子吃好过瘾哦。哦，这样学会了，学会了怎么吃了。因为以前都用筷子这样子挖嘛，对对，但是也这样吃很甜哦，很甜还。可以吸那个汁。而且口感也不一样。对，對呀，雜較罕見嘅殺蟹，學較硬，唔過食法咩係強用我，看下呀嫩嫩的摸蟹肉，我就冇生意哦。耶，我们来吃石蟹。哎，不愧是熬哎，它有在用力，然后它的肉质是扎实的你的哎。意思说像鸡来讲的话是放3土鸡，它就是海里面的土鸡那种感觉，然后蟹它就像你讲的，它是有纤维，它的肉质是一条一条一条的。你有试过你可以在10分钟之内剥几只吗？我们正常自己在吃的话，大概2、3分钟就可以吃完一只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现在在这10分钟之内可以剥几只？马表拿出来，可以啊。这个真没有东西。确定可以吗？没有东西。其实我只是想要骗他把这些都剥掉。阿妹哎，按好吃的东西跟我俺面前见相爱，实在很狗毛哦。哎，什么唔記得，你要就改下下學下噶吧哦。这个味道好诱人哦！海鬼生辣，哎呦，很贵哦。味道牛东平台湾这样子哦。哇，这个肉整个肉都是第一只，快点吸，快点吸，这个汁很鲜，对，一滴都不能放过。请问你有準備白飯嗎？有很大锅。胃口大開，你真的會情不自禁地想要配飯或者是配面。哇，票價嘅料理手法真係係一級棒啦！還有日航冇蟹肉山頭，花蟹嘅鮮甜哦，仲下咗啲入我糖度哦。愛看大家食到公公館，應該當滿足嘅呵。盲啲票價一歡喜，要就睇大家自家做嘅沙發檔。黐線啥？開腳條嘅啦，食飯係照數年經用我做電腦哈。福士睇下架貨股票，一係關啦，就算過關了。吼肚洋蟹，吼肚洋蟹，马的意思。吼是什么呢？吼就是以前的竹器抓螃蟹啊、抓虾那些用的。你不是曾经看过？我看过，哎，什么呢？就是有一种像竹篓的东西，对让那个鱼或什么东西进去，它就出不来，只进不出。哎，进去的地方是交叉的。它有点里面是长这样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小时候有看过啦，有那一个，对不对？这地方很软很软，它就可以钻进去，它从这里很容易。进去，然后它就出就不来了。出不来了。哦，这个叫吼味。哦，这是吼味。所以在吼里面呢，我们捡出螃蟹来。那意思就是什么？瓮中捉鳖啊。
来到金山这边啊，你一定要逛的就是金包里老街啦，都是金条啦。金包里老街也有人他是说是金山老街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但是谢谢你知不知道？我相信你从小到大都是在这一条街上有多多少少这边游走，对不对？东北角小公主。可是你一定不知道，你们这一条街里面啊，藏有一个客家人的精神。客家人，我不知道哎，而且是姓罗的。冇唔錯，第3關變天石梯嘅任務地點就係喺金山路街，也俾老變天石梯有乜嘅關係咯？看下去就知咯。來啦，冰之琳，對，老闆好。你好。我先確認身份。哦，好。因為剛剛沿路我看有2間，不知道是不是。確認身份，對。秀你的身份證。來。整條街都有，那叫朗達。朗達。哎，再來一次，朗達。这里要买好吃的，哎呀，总认是最冷淡。啊，準備是朗達，而且阿婆還有情境哦。沿路我看有2間，不知道是不是。確認身份，秀你的身份證。也不用這樣，不用，萬一對不對？沒有配偶欄的名字。你戶口調查是不是？對呀，不要那麼嚴重。沒有那麼嚴重啊。請問是羅老闆嗎？羅大哥嗎？是。那松香呢？請問你的貴姓？很本啥？喺客家呢？不能客家呢。全部人做誒。全部人來做誒。按講話看資料，當國公人，安尼冰之琳條白東辛苦呢。係啊。還沒有那麼大間的店面，他們以前是擺攤子的。路邊攤用手推車推出去外面賣單一口味。一種口味。只有一種口味，剛開始的時候就是綠豆冰而已。啊，然後現在慢慢變成說有店。而且他們的綠豆冰啊，不是說就是煮好了綠豆，然後把它冰起來，不是，反覆的工作。對，要先蜜。蜜那個甜度，把那綠豆蜜到甜度夠了以後，然後用那個我們古時候那個刨冰機有沒有？刨一堆，然後用大紅有沒有？放在裡面，綠豆倒進去，然後用大型的攪拌器這樣子打完以後，用那個以前我們那個楊桃絲那種圓筒有沒有？壓克力的2層，對，外層內層，然後放在裡面，然後推出去外面賣。也第3關嘅任務變天石梯，就係愛見識餅，健康老朋友關係嘅客家話，讓我按簡單啦。現在的機器化，我們開發的冰品比綠豆羹還好吃。什麼還好吃？對，尤其是我們金山的地瓜。地瓜，講到關鍵點了，地瓜怎麼講？哎。番薯哎，那番薯也挺辣呀。我們可不可以來一個？就站在我前面而已，是不是？焦糖地瓜口味。焦糖咧，應該個糖糕啦吼，糖糕番薯。糖糕番薯。本來它的糖把它給煮過，煮的有一點焦焦的。是。煮成那糖糕。香味。哦。那個焦糖。哦，糖糕就是糖糕。像麥芽糕的那種，糖糕番薯。頭家凍阿沙里咧，本來能食過人，金黃色嘅糖糕番薯餅，還有一點甜甜嘅番薯香味，眼用嘅都會掉咧。糖糕番薯，是可能是那個米稀。它聞起來有一點淡淡的甜味。我吃到番薯，而且它的那個番薯是蜜地瓜哎。對，是蜜地瓜。哇！而且我覺得這個冰啊，它有2種甜呢，一個是蜜地瓜的甜，然後另外一個是冰的甜，2種層次的甜可以在一個冰品裡面，我覺得很厲害。還有一種甜。焦糖的香氣甜，對，它就串到你的鼻腔這邊來了。哎，你這個很高啊，這個是第3代的，好經典哦。第3代是研發到第3代，這一個，對，研發到第3代。菠蘿番薯，我古典食樓，又來了啊！哦，又看到這個牌子了啦。來，這個哈，整條街都有。是，那個朗達，朗達，哎，朗達，再來一次。朗達，朗達，哎，
朗达，来好讲。朗达，哎，朗达，然後咧就本詞典千有名來就會了，本，嘿，本咩個冷的意思呢？冷哦，本，我哋幾條嘅係要舌位會舌頭，舌位，手，它是不是有一点像2个音节？手，哎，哦，有一个你先念舌，最后一个然後 O 再就是有一点转弯，对不对？手，本跟手，哎，好，哎，這邊呢有各種口好味哦，多種口味哦。 Q 咪。Q 咪，嘿，你就舌頭呢就會了種本，面本。面本，啊，懂我懂哈。吃起来绵绵的。问老板你有多少种啊？就要多少？多少？共幾多？幾多？嘿，几多几多嘿，几翻過來嘿，了。幾多？几多那多少種啦？幾多種？幾多種？嘿，几多本。种本可以選擇。好，選擇一個 top。top，一个字就可以。嘿，就偷几多嘿，不是 top，top，top 一種，偷一种， top 一種。偷一种，哎，套一種，老闆你就學起來哦。有客人來，你就可以說，我咧當多種本，我有很多種餅哦，你套一種，哎，像選一種，就可以講，哎，像我們現在就是偷一種，偷一种，偷到條解鎮店之寶，很多通狗番薯。偷一种。冇錯，糖膠番薯就係當到年下來到健身樂嘅天朝愛食咧。不過啊，除咗糖膠番薯以外，店鋪買到之後嘅，還有廿幾種調味哦。好美的顏色，老師來，香素一下是白的感覺。那條街是，这是什么冰啊？哎，哎，面粉，哎，剛才拿到一個係乜嘅餅啊？六神餅。我們在吃這個冰的時候，要先有它，才會有它。有冰就想到它。阿婆，今日呢度死啊！83歲，呢度死是隻來到有嘅素菜啊！30歲來到有嘅素菜。對呀，按人種植呢？要40個來呀。那你為啥在那邊也？用糖來到有嘅咧，一開始就提買等的嘛。種糖渣。不說佢買甘蔗水嘛？哦，有甘蔗水。就提一條。就周可以，周可以，就是發了，忘了，起色了。一隻就太耶。頭本用。娶太太了。一處理100咯。老太哥上述嘅餅店過後，老家嘅兩三年研發嘅更加多貼配嘅口味，生意越做越好，嘛伴老媽媽吃到當安慰，看到人哋客家教學書版，老媽媽感覺當神奇，嘛老眼能強下學哦。哎，所以你呢？所以你青島食的啦？所以你要買糖食啦。係啊，仲喺度最冷淡。準備是朗大，而且阿婆還有情境哦。對，朗大不是從小就這樣罵的，是朗大，還給連媽數呢。好厲害呢！大如果強馬喺路位看爛咩？經過老媽媽帶表情和表演嘅示範過後啊，大家放起起來就喊開有效果嘅呵，別強氣寫信過關嘞！真然做個線上嘅最無樣樣哦，後嘅腳講到要好。先生講俚語，阿婆一個一聽唔啲嘅嘛，錯冇？T1買餅。買餅，哎，T2做二神，天呢做二神，T2呢就是呢要叫天呢做二神，天呢做二神。沒有，
我们初学者。哦，对，我这种幼幼班的。以前那年問你知道，按要春錢嘛，哎，就做賣餅啊，哎，就卖天北，天做雨神，但蛮赚钱的意思。哎啦，好，等一下，请问你儿子现在几岁？不好意思了，那不好聊天，不是，本来想问问看老板有没有儿子的。不是你是为自己推荐还是小甜甜？我在为我自己推荐，我还是默默期待。我们自己用来做客家新球啊。东北角一日游还不错吧？哎，番薯诶有色，有料，有是又有料，又有后宽风景。嘿，有好多东西。哦，那要抽考。我就知道。好啦，来啦，抽考啦，来我背很久哎。我抽2、3个，你把它接成一句。好诶，好，地瓜、挖、烤、腌番薯，耶耶耶，番薯，推番薯。呀！你过来会问吗？继续。其实不等真哦。嗯好，那我抽这个，毛海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卵乱狗搞搞是搞，是狗，是搞马嘅呢？买吃卵乱乱卵，买吃卵，摸海马克一时间年四季，秋冬哎，秋冬，秋冬，秋冬，好秋棒！冬，哎，我算是跑，哎，算是数啊，那蛮难的。哎，过来，啊，来，领哎，来，我就知道。朗的，我是说这个没有要考。再过来，好了，来学一次嘛。朗的，哎，朗的，哎，要闭起来，对要朗的。表现的太好了，哎，不错了哈。整体来讲，我的成绩怎么样？就是非常好。历届的来宾，就目前来指的话，哦，如果不要论性别的话，你是排行第2名。对，那论性别的话，你是第1名。哎，有过关，有过关，要给奖金，真的，颁奖哦，颁奖，奖金拿出来，哒。恭喜先生，养到今日嘅通告费咧！哎呦，含盆的一包哦！你看啊，还有人看到嘅木主打到太麻了，哎，冇礼貌，喺你嘅大家面前，需要幾多種哦？今日嘅任務哈，做啲一個要蒙晒眼，個要落羽毛嘅龜猴魚噶，把下飯米嘅幾點喲？獎金喺哪裡？來問一下，要不要我那個龜猴呢？我在地人，我怎么会不知道龟吼呢？对对不对？来就是解释一下乌龟在大吼啊，就是哇！哎呦，是這樣子嗎？我覺得你下班了就比較要放鬆。对啊，不是的，我都拿到啦不。行不行，就不講笑話了。這樣子的應該沒收回來。要摸什么塞进去？然後我告訴你，什麼叫龜吼啊？好，龜吼啊，其實這邊的人以前的叫它不是這樣叫，不然它叫古康，烏龜走在那鑽的洞啊，哦，古康所以它以前是寫那孔啊，龟口，龜孔啊。龜口。結果後來的人呢，都是說啊，龜孔嘛，孔是一個口啊，把它加一個口上去，一加上去，糟糕，整個變了，叫龜吼了。雞婆。對，雞婆在造成。哦，又上了一課。對，這樣了解了哈。從老師的身上可以學到對對。這樣子你今天拿的才有價值啊。對啊，有非常的有價值，謝謝老師。